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今天的经文，很短，是从《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2年，凡来访问的人，他都接待。他大胆地宣扬上帝国的讯息，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好，让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也请同工帮我放我的 PPT。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有福，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蒙福的儿女。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是领受神你何等大的救赎。主，在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主，你应许，若有2、3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相信你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这时候，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静静地坐在主耶稣的脚旁。我们要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主耶稣，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也让我们的心有受教的心，让你真理的话语进到我们的耳中，我们能够听，进到我们的心中，能够扎根，也能够结出100倍、1000倍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这时候特别恳求圣灵临到我们的当中，自由运行在你自己子民的当中，让传讲的、聆听的，在圣灵一样的带领之下，让我们都得帮助。愿你自己得荣耀。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去年对台湾神学院来讲，或是对北部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2022，我们纪念马偕来台湾设教150年。我不知道你在座的当中有没有人参加这一场的盛会。去年我们在和平篮球场3月的时候举办大型的庆典，不仅我们的总统莅临，聚集特别是北部的教会，好几千的人的长老教会聚集在和平篮球场。那天让我更感动的是，有将近100位的长老教会的信徒走到台前回应上帝的呼召。但是时间过得好快，就像诗人说的，一眨眼人生好像就飞了过去。台语说一目逆久就飞过去，甚至一目逆久就变老人。我不知道2023年过去这一年你做了什么。时间过得好快，在1个月多，这一年就要结束。2023年对北部教会来讲，我们已经进入到151年。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很想知道说，再来经过了那么大型的庆典之后，再来呢？接下来教会要做什么？我从小在长老教会长大，有时我也好担心好担心说我们是不是要等9年之后，教会庆祝160周年的时候，教会再次动起来。哇！我在看你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也发现迦南教会今年是已经设教58年。那我想你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我相信特别对教会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也很想知道，再来迦南教会未来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不仅关心教会，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也对台湾，我想没有一个时间点比今天像今天这样。我们对台湾未来的发展，我们不仅关心，甚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也担心那如果这就是迦南教会的历史，如果这就是台湾长老教会的历史，如果这就是台湾的历史，那么我们很想问，接下来故事会如何发展呢？甚至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读故事书一样，如果这是一本故事书，我们甚至会很想知道最后故事的结局会如何呢？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来的。使徒行传在新约的当中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它记载着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故事，换句话说就是初代教会的故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2节经文非常的短，事实上它是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说是故事最后的结局啊。它非常的短，他怎么说？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事，并教导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各位，你看到一本书故事的结局这样，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许有人会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感到失望，为什么？因为这个跟我们小时候所读的童话故事结局很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哦。我们小时候读儿童的童话故事，圆满的结局都是什么？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对，不是吗？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出乎我们意外，故事的主角保罗居然现在是怎么样？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它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止这样，我不知道你在读到这种故事的结局的时候，有没有跟我很像，会觉得故事好像没有说完？为什么？你会不会很想知道保罗后来发生什么事？到底他是继续被关在罗马监狱里，还是后来被释放得自由？我们也很想知道保罗后来有没有继续传福音布道的机会啊？还是他就死在罗马，他就被处死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就这样停了，以至于留给我们这个读者心中读完故事之后，心中反而是留下许多的疑问跟好奇心啊。也因为这样，有学者说啊，《使徒行传》是一本未完成的故事书。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使徒行传》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这样就结束？因为故事的重点已经出来了，不是吗？如果你回想这本书的第1章，路加这本书的作者，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什么？他说耶稣要升天之前怎么吩咐他的门徒啊？他说父用他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间不是你们知道的，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各位啊，这本故事书的重点是什么？一开始就告诉你，它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借着他的门徒之后，借着他的教会不断的广传出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那现在保罗在哪里？保罗在罗马。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啊，也是当时人认为世界最远的地方，就是在罗马。换句话说，保罗来到罗马，已经实现了故事一开始告诉我们的重点，福音已经传到地极了。换句话说，故事的重点不是保罗，故事的重点是谁？上帝的作为啊。那《使徒行传》的作者，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使徒行传》故事的作者，故事写到最后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好特别。这个字中文翻译成没有人禁止5个字，其实原文不是5个字，只有1个字，它是一个副词，所以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这样，按照原文的顺序，传讲上帝国，教导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带着所有的勇敢，怎么样？
没有人禁止地，或是完全不受拦阻地。最后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很特别，因为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就是在这里。那我们要问的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最后故事写到最后，居然用一个字就停在那里，用这个字作为整个故事的总结，它到底它的用意是在什么？我想完全不受拦阻，他是在讲什么？他说啊，保罗现在虽然是关在监狱里，虽然有人可以自由的来拜访他，但是你不要以为保罗很自由，不是的。当时的罗马监狱，你的犯人，你双脚是被带着铁链的啊。保罗的双脚是绑着铁链，别人看到他是一个很不自由的人啊。各位，如果今天换成你想想，如果今天是我们，你会怎么样？我们可能坐在那里埋怨上帝甚至会自怜自爱。特别如果你像保罗一样，你这么样的热心服侍神，像保罗一样，你为了传福音，为上帝的国度大发热心，结果最后的下场居然是这样，你能够接受吗？我们可能就坐在那里埋怨上帝说主啊，我这么样的服侍你，我的境况没有比别人好。或许我们在座有弟兄姐妹，你就是现在的感受，我服侍神，但是我依然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攻击挑战，甚至你要遇到苦难我们一样会生病，我们一样会有遇到不如意的事，以至于当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这么热心服侍你，结果下场是这样。你想想，保罗一位上帝这么重用的仆人，最后的下场是这么般的苦难的时候，你想有没有人会取笑保罗？肯定的，一定会取笑保罗，说保罗啊，你这么服侍神，结果你看你的神可以救你吗？为什么你说保罗已经面对人的取笑，不然他干嘛做见证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台语讲得好美，我不俩福音最更小。各位，我们看见保罗虽然双脚是带着铁链，但是他的心是何等的自由，他依然把握他人生的任何机会，不管是犹太人来看他，外邦人来看他，保罗的心不受拦阻他的心是自由的，因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但这样，我发现使徒行传的作者最后写这个字当作整本故事的结束，某个程度可以说是这位作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的一种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受拦阻，不受捆绑。你如果回想你读整本使徒行传，请问你在读使徒行传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福音为什么广传？福音广传是因为信徒受逼迫，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四处的窜逃结果没想到四处窜逃之后，就把怎么样福音带出去了。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作为好特别？本来他们是一群聚集在耶路撒冷，很好一起过着敬拜的生活，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样被逼迫不得不四散，结果福音不断的广传，越广传越受逼迫，越受逼迫越广传。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一种我们人无法接受，但是确实是存在的属灵定律是什么？越逼迫福音越广传，越广传越逼迫。路加的作者亲眼跟着保罗一起去宣教，看到一个事实，他最后用这一个字来做一种的宣告。宣告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受拦阻，不受捆绑，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会得胜啊！阿们吗？阿们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使徒行传这种故事的结局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说到做到啊！不像现在你看到的一群台湾政治人物起起落落颠三倒四的说谎，谎话连篇啊！我们的上帝说到他就做到。当他要升天之前，他怎么应许他的门徒？耶稣基督说到做到。福音这时候真的是从耶路撒冷已经传到地极。不仅这样，你看到这样的故事的结局，也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为什么？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是比这个世界更大，连罗马帝国都不能限制上帝的介入跟作为啊！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是比这个世界更大。但是这样的故事结局不是只有给我们安慰，不是只有给我们激励而已，他更邀请你跟我，当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样的故事的结局的时候，要怎么样？赶快抓住上帝的应许，要相信上帝的全能，带着所有的勇敢，赶快回应上帝的呼召，完成上帝托付给你、托付给我、托付给教会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宣讲上帝国，教导人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带着所有的勇敢，完全不受拦阻。是的，使徒行传是一本未完成的书，因为只要圣灵继续工作，这本故事书的结局永远不会结束啊！它还会有第29章，它还会有第30章，它会31章、32章，一章一章不断的写下去啊！你如果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好多的基督徒男女在不同的时代都继续在写使徒行传的故事，也包括台湾神学院的第一位院长马偕博士，他是苏格兰人，父母是苏格兰人，移民到加拿大，成为加拿大第一位海外宣教士。我刚刚一开始说过，去年是很特别的一年，我们纪念马偕来台湾宣教150周年。我的母会是淡水长老教会，你们有去过淡水吗？好，一间很漂亮哥德式的教堂，那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淡水教会也是马偕来北台湾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我从小在淡水教会长大，常常听马偕。后来我17岁领受上帝的呼召，进到马偕所建立的神学院，就是台神，献身给主用。10多年前，15年前，我回到台神担任老师，现在担任校长一职。我心中一直有个心愿，很想去马偕的故居走走，马偕巡礼。所以去年150周年的时候，我人生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去马偕的故居。马偕其实是生长在一个非常小的农村，叫左拉村。我去到马偕从小住过的地方，房子的主人已经不是马偕的后代，但是在入门口的时候有个纪念碑，写说马偕博士曾经在这里住过。那当我去看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很讶异，哪怕是21世纪的今天，还是一个非常偏僻，我们说鸟不生蛋的地方。你很难想象19世纪应该是更严重的。马偕的父母都是农夫，他家里不是很有背景、很有钱的人。当我走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小径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怎么那么勇敢哈？一个农村长大的子弟，在一个小农村，居然这么勇敢，走出小小的左拉乡、左拉村，居然来到台湾啊！台湾恐怕一辈子都没来过，第一次出远门到亚洲就是来到台湾。我也去到马偕从小长大的母会，当时叫老木屋教会，顾名思义，用
木头所建立的教会，但是这间教会已经不在这里，搬到市区去了。我待会会说，但是放了一个模型，说他的老木屋教会就是坐落在这里。我也去这个火车站，已经不再用了，很旧，叫乌斯大火车站。这个火车站为什么很有历史意义？因为1871年10月19日，马偕只有27岁。就是从这里搭火车搭到美国的 Chicago 换船，然后搭船要来台湾啊。那我每一次读到传记作家在描述那一天在火车站发生的事，都让我很感动。那天传记作家是怎么写的？马偕跟他的家人、父母、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跟他送别，每一个人的心都非常的沉重。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马偕这一离开之后，不知道何时能够再相见，甚至他们没有把握可不可以再看到马偕。你要知道19世纪搭船旅游，在旅途上会发生很多的危险的事。2个礼拜后，在那个火车站，传记作家继续写，那时候火车已经来，火车不等人了。火车时间已经到要开，但是火车的站长看到亲人朋友跟马偕号啊号哭啊拥抱不舍得的时候，连火车的站长都舍不得，催马偕说赶快上火车，火车要开了。2个礼拜后，马偕所搭的船来到旧金山湾。其实有一天，他站在甲板上，看着浩瀚的太平洋，心里很想他的父母，很想他的故乡。马偕站在甲板上就开始问了，他问说：“我难道永远都没有办法再看到我的父母吗？”他继续问，他说：“我只有27岁，请问在座有没有27岁的？很年轻哦，27岁。”他说：“我这么年轻，我可以经得起未来这么多的考验吗？”当他继续问的时候，问到最后，马偕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问说：“我今天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吗？”但是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他也想起海洋的另一端那个异教的黑暗世界，他想起还有这么多的亚洲人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人认识耶稣基督啊。2个月后，马偕搭的船在1872年1月透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马偕怎么说？马偕说，好像有一条线，无形的线引领我到这个美丽的岛。为什么？因为马偕原本是没有要来台湾当宣教师，是想去印度啊。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他来到台湾。来到台湾，1872年3月9日登陆北台湾的淡水，开始在北台湾的宣教工作。马偕的宣教，他常说宣教好辛苦啊，而且他也承认这个辛苦是他当初离开加拿大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马偕好多次都差点从鬼门关走过来，他自己讲的，差点死掉，常常得病。你知道当时是马拉利亚疟疾，没有药医，一直发热发烧，差点死。还有几次是去宣教，哇！突然马偕常常要徒步走路，带着他的学生走观音山，爬山去宣教。他描写有一次走一走，突然很浓的雾过来，哇，看不到前面的路。结果当一阵风之后，几分钟后吹散，马偕吓一跳，如果他再多看一步，就跌到山崖里面去了。他体验到上帝很奇妙的设理，浓雾过来他看不到，如果不是上帝的保护，差点就跌到山崖下去。好几次传福音，他要面对人泼粪、丢石头。不仅宣教，还有马偕自己的身体面对许多的攻击。当时的信徒其实为了来信耶稣，也要面对许多的逼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台湾人，今天你可以主日礼拜很平安、很高兴的离开你的家，坐在这里做礼拜，
不要认为这是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好多台湾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的信徒，不知道台湾长老教会早期的历史是许多人，我们的信仰先辈用他们的生命写成的。马偕就记录当时福音传开，许多人为了信耶稣要接受逼迫，甚至有人殉道而死啊！你可以相信吗？为了来信耶稣，后来殉道而死。在清法战争的时候，清朝的政府怀疑说，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才会把国外的军队引来台湾。结果清朝政府开始对教会做什么？逼迫基督徒拆礼拜堂。各位，你今天坐在这里，有这么好的新的堂在这里做礼拜，你很难想象。我们以为拆教堂、拆礼拜堂是对岸中国才会做的事。台湾早期的教会也面对被拆礼拜堂啊。我们最为人知的就是台北中会，北部有3间教会，艋舺教会，听过吗？艋舺、新店教会、松山教会，这3间教会都被拆礼拜堂过啊。那马偕做什么？在已经被拆毁的礼拜堂的地基上，马偕带着他的门徒，带着他的学生，带着信徒，大声的唱：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这首诗歌是马偕每一次要去宣教的时候，他的学生怕得要命。马偕看到学生为了传福音很害怕，到一个定点都是带他们唱这首诗歌，壮他们的胆。结果他们越唱越大声，群众越生气，用石头丢他们。马偕怎么见证？他说：这些逼迫的手段是仇敌想出来的新花招吗？他说不是，绝对不是。自古以来的教会2000年都是这样的。马偕说：他们能够推翻耶稣基督的国度吗？马偕说：他们不曾如愿。为什么？没有能力，做不到。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耶稣基督了。各位阿妹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归耶稣基督。我们看见马偕跟他的学生跟初代的信徒继续的写使徒行传的故事，跟保罗一样，就是勇敢宣讲上帝国，教导人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完全不受拦阻啊。这位的马偕曾经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马偕，居然在台湾宣教将近30年。在30年的当中，建立了60间的教会，带领3000人信主，甚至创办了台湾神学院。马偕一生没有很长，只活了57岁。他28岁开始宣教，活了29年的宣教生活在台湾。57岁可以说是因材早逝。我今年已经53。我每每读到马偕的故事，都给我自己的很大的提醒。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的殊荣，一种的机会。生命不在多长，生命是如何用我有限的生命，活出回应上帝要我活出的样式跟呼召。马偕的座右铭就是“宁愿烧尽，不愿朽坏”，意思是什么？宁可把生命全部的摆上，也不愿白白占土地，浪费生命，而没有成就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回应的使命跟恩典。这位马偕爱台湾到这样的程度，娶了台湾太太，最后死在台湾，葬在台湾。马偕要过世前6年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你在读他的回忆录，读到最后1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读《使徒行传》一样，
他的回忆录写到最后，他是怎么写？他说啊，故事到此只讲了一半，这些章节只是一部分而已。今天、明天我都没有办法把故事说完，真正的故事才要开始。他的回忆录原本是用英文写的，英文说 The stories keep going。我今天的讲题就是从马偕回忆录的字句得到的灵感。马偕继续说，他说那些尚未补全的部分，就是上帝的书尚未有人读过的章节啊。各位，因为从未有人读过，你会不会觉得带着一种期待？因为从未有人读过，谁要来写？之后的教会，你跟我们要一起来写，让这个故事能够继续的写下去。马偕57岁过世，但是就像约翰福音说的，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马偕的生命，他那一章的故事结束，但是有人继续写《使徒行传》的故事。马偕的接班人是谁？吴威廉。吴威廉是谁？一样是加拿大人。你知道宣教师宣教一段时间都要回到祖国母会去报告他在海外宣教的情况。1880年，马偕第一次回国述职。请问他来台湾之后几年才回国啊？8年。母会一直叫他说你要回来。马偕不太想回加拿大，他甚至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觉得好感动。他说现在要我离开台湾比当初离开加拿大还难。哇，一直叫他回去，他不舍得回去。他说我已经把台湾当家了啦，等8年才回加拿大，你可以想象吗？结果他第一次回国述职的时候，吴威廉还是一个青少年，19岁坐在下面听马偕在台湾的宣教，听得好感动。吴威廉牧师就19岁立定心志说，我未来也要当海外宣教师。12年后31岁刚结婚，就带着他的新婚牧师娘从加拿大坐船来到台湾，成为马偕很重要的同工。最后跟马偕一样，死在台湾，葬在台湾。今年是2023，是吴威廉牧师过世100周年啊！马偕的这个棒继续传给他。那我们继续来看马偕他后来的母会在加拿大怎么样的情况。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间的教会他们的牧师我刚刚有一张没有给你们看到，我要来介绍。很多人知道马偕，不知道他母会的牧师其实对他影响很深，叫马坚志牧师啊。马坚志牧师苏格兰人，领受呼召来到加拿大，跟马偕的父母一样，来到加拿大牧养那群在加拿大的苏格兰的难民。当初是被迫离开苏格兰。马坚志牧师一辈子只牧一间教会，就是马偕的母会，牧37年。在他37年的牧会生涯当中，培育了38位的宣教师跟传道人，马偕只是其中一位。你看到这个事实会不会很惊讶？我们以为马偕是多久才出一位？他是一群教会传记作家说，有一群年轻人在马偕很年轻，从青少年开始就一直等着长大。长大做什么？要跟他们的牧师一样，想当牧师啊。马偕是这38位当中的一位。换句话说，平均1年就有出一位有人愿意献身去读神学院当传道人。有一位退休的牧师曾经说一句话，我越长大，年纪越长，越觉得有意思。他说看一间教会有多少人愿意献身去读神学院，就可以看出这间教会到底有没有复兴啊。请问迦南教会最近一次有人去读神学院是什么时候？明年有人吗？后年有人吗？马偕
的母会牧师什么时候退休？一直服侍神到74岁，可以说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基督的教会。请问退休那一年是哪一年？1872啊！你看到这个年会不会很感动？他的马偕母会牧师退休了，结果怎么样？棒子已经交给马偕，而且这个棒子1872年就是马偕在台湾开始宣教的开始。马偕也把这个棒子接给他的接班人，就是吴威廉牧师。那今天马偕的母会，我去年去看，哇，好漂亮！已经不是老木屋教会，搬到市区 Ambro， 是一个更热闹的地方。那这间教会在设教30年的时候，建堂献堂，这间礼拜堂好漂亮啊！你去的时候，2层楼，非常的大。他们当初的构想是，整间教会可以坐500-600人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建这间教会是很复兴的时候哦。那我去看的时候，我感动啊，那个整个礼拜堂的工匠之美哦，19世纪细看，哇，那个木雕有够美的，你很难想象，这间教会大多数都是农人、农夫做田的。你可以想象，当时教会很复兴，当时所有的信徒几乎是毫不保留的把最好的想要献给神，来建造一间这么漂亮的礼拜堂。但是那天我去做礼拜的时候，你无法想象，现在做礼拜是在礼拜堂的地下室，翻修过的地下室。你们数数看这个椅子，很像你们的颜色。不到20个，而且几乎都是老人。最年轻的是谁？后面弹琴的那一位弟兄，50多岁，是全教会最年轻的。我那天坐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我的心非常的难过跟痛。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怎么一间教会曾经这么复兴，建这么大的礼拜堂，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呢？各位，我们不要以为教会复兴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它不是理所当然。教室会往下掉的。我也去到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很有意义。马偕第一次回国述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想要为神学院募款。所以呢，他的第一次回国述职快离开的时候，当地的教会弟兄姐妹为他办了一个惜别晚会。在这间礼拜堂，当天马偕就是募款，为神学院募款什么？马偕已经看到，如果台湾的教会要开始更多的复兴，一定要培育台湾人自己的传道人，不能一直靠外国的宣教师来帮忙。哇，这是很大的远见哦。他认为台湾人才更知道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俗民情，台湾人跟自己的台湾人传福音，果效是比外国人更好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一个具体的神学院的校园，马偕都是随时带着门徒，1872年训练他们、培育他们。马偕认为这样不够，我要有一间神学院，以至于他募款。那天晚上，那个郡叫做牛津郡的弟兄姐妹很热心奉献，就很像今天这样。马偕把神学院的重要性、神学教育的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牛津郡的弟兄姐妹当晚奉献了加币6215元，马偕就把这个钱带回台湾，在哪里建神学院？你们今天如果去淡水的真理大学，你们会看到一个淡水牛津学堂，对吧？现在里面有放一些的史料是跟马偕相关。你不要以为牛津学堂是纪念英国的 Oxford， 不是的。它是纪念加拿大牛津郡的弟兄姐妹为了神学院、为了神学教育的重要性奉献，也是台湾神学院的前身。原本是在淡水，后来搬到台北马偕医院附近，后来搬到我们现在的林头。好，这间礼拜堂，我那天去的时候吓一跳，礼拜堂教会已经关门，而且已经成为商业用途。门开着，我跟我先生就走进去，我照了3张相。
唯一你可以看到说过去曾在这里做礼拜的，就是这3个。第一张图，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围起来了。本来这个是开门进去就是我们的礼拜堂的聚会地方，现在围起来，里面隔成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出租啊。第二张照片还可以看到一个阁楼，楼上楼梯爬上去。第3张彩色玻璃很简单，只剩下这3个，你走进去礼拜堂只能看3样东西，其他都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这让我想到10年前我第一次去苏格兰爱丁堡。你知道苏格兰对台湾长老教会也是很深的关系。马街的父母原本是苏格兰人。你知道19世纪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好复兴啊！哦，那次10年前去苏格兰，我看得讶异，这间教堂好漂亮，里面的彩色玻璃让你赞叹啊。但是右边2张的照片有点暗，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现在教堂做什么吗？夜店。哇 ，feel 很好，暗暗的，里面喝酒、吃饭、听歌。那次的旅行，一路上看到的不是只有一间教会这样。这间教会好不好看？很好看，中世纪留下来教会，非常的壮观。走近一看，教堂建筑物在出售 for sale， 告诉你说这是很好的发展空间，欢迎你来买。教堂为什么关门？没有人当然关门。再怎么好壮观、富丽堂皇的教堂，建筑物不是重点。再美的教堂，如果里面没有人，它只是一个空壳子，可以当 office， 可以当夜店，可以当任何功能之用啊！各位，你会想知道今天加拿大长老教会的状况如何吗？3个礼拜前，有一位长老教会神学院的院长来我们台神分享演讲，他告诉我2个事实，让我们非常的震惊。现在在加拿大，48%的教会没有传道人。各位，有传道人要珍惜，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今天有好多的教堂、教会没有传道人，羊群如同牧者没有牧养一般，四处的游走，没有人牧养，没有人教导，没有人讲道啊。那你问说，老师、牧师为什么没有传道人？很简单，老牧师退休之后，退休的速度之快，跟愿意来读神学院当牧师的人不成正比，以至于怎么样？传道人越来越少，将近1半的教会在加拿大没有传道人。他给我们看到第2个事实：读书来神学院读书的人少，神学院经营非常困难。为了要经营神学院，继续培育传道人，教会奉献越来越少，神学院只好怎么样？卖校园才能够支持神学院。各位，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啊，我真的是带着负担。这是我自己进入神学院领受上帝呼召，成为一个神学院的院长第5年。你如果问我当院长最大忧心是什么？就是看到长老教会愿意读神学院献身的人越来越少，信徒越来越少，奉献越来越短缺的时候，神学院要做好的教育也是非常困难。这是我们今天长老教会也在面对的议题。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加拿大的母会的状况的时候，我非常的忧心。我好怕，好怕有一天长老教会也会步上这样的一个后尘。我们如果不努力，今天接棒，那我们来谈谈今天台湾长老教会怎么样？棒子已经接在我们的手中。2019年我给个数据，你知道现在台湾的基督徒有多少人吗？你以为很多吗？不到5%，而且要加上天主教。换句话说，福音传到台湾已经将近160年呢。
马偕可以在不到30年的当中建立60间的教会，3000人信主，但是台湾长老教会宣教在台湾已经将近160年，台湾的基督徒不到5%，这表示什么？我们要做的功何尝是何等的大呀！去年办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讲座研讨会，纪念马偕来台150年。在这间教会很有指标，蒙甲教会，我刚刚说过，蒙甲教会当初是庙火非常的兴盛，庙宇林立呀，是福音最难传的。马偕遇到最多迫害的就是在万华蒙甲。在这间教会办这个研讨会，说21世纪长老教会何去何从，给我们2个数据让我很压抑呀。我自己是台北中会的，长老教会现在是台湾最大的教派，确实我们拥有很多的资源、人才济济，但是再怎么大，你知道长老教会有多少人？有登录名册的号称将近26万，但是真正有在教会聚会做礼拜的不到10万人，不到一半。换句话说，有一半以上的长老教会名册在，人已经离开教会了。不但如此，台北中会从2013到2021不到10年之间，信徒少了将近3000人。我不知道你们所属的新竹中会教士如何。我有机会当一位客座讲道者去看长老教会，我看了会怕。我今天去长老教会看的是什么？教会越来越老化，年轻人不断的流失，好多的信徒从小就是生来就是基督徒，已经是第4代、第5代、第6代，但是他自己还没有经历福音，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让我更担心的是，好多优秀的青年不愿意献身读神学院。你知道我从小在淡水教会长大，我会听到老一辈的，在我们那个年纪，隐隐约约听到老一辈都有一种的传统，是长老教会这么多年来很美的传统，就是如果一家子当中最优秀的都要去献身当传道人给上帝用啊。我坦白讲，我已经看不到这个传统。以前当牧师是最优秀的，你要献给神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实况是什么？你会看得起牧师这个职分吗？我们在座有爸爸妈妈、有阿公阿嬷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女儿、你的孙子、孙女跟你说：“阿公，我要来读神学院；妈妈，我要来读神学院。”你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荣耀的呼召的职分吗？还是你感觉说做不书做不出团，去做医生、做律师，赚较多钱啊？什么时候当传道人，我们已经被认为是一件不值得投资的事呢？今日的教会就是明日的神学院。怎么说？教会如果不够强，神学院也不会强，对吧？为什么？因为神学生都从哪里来？从教会来。教会如果软弱无力，神学院怎么会强？所以呢，今天教会面对的困境是什么？特别是长老教会，我们要收的庄稼是何等的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数据，你知道长老教会未来10年有多少牧师要退休吗？这个是我得到的资讯，是传福会统计2019牧师的年龄分布，所以要再加4年，这一群的已经退休了，不在了，好快哦！134位都已经退休完成，现在我们走到这里，加一加，未来10年长老教会有430位牧者退休。如果你看到这个数据，表示什么？从这一年开始，每年至少要递补43位。不然的话，10年后我也好怕那个加拿大的长老教会一样，怎么样？退休的速度很快，递补不足的时候，教会将近一半，430位差不多占多少？将近1/3长老教会现在现有的牧师的人数哦。
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开始，有人愿意献身，10年后长老教会将近好多的教会找不到传道人。那你可能会问说，蔡牧师，长老教会10万信徒，1年出43位很难吗？越来越难。我也常常在问这个问题，10万的信徒，1年要有43位的人献身，愿意当传道人，越来越难啊！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我不止募款，我要募人。刚刚做礼拜的时候，世界牧师跟我分享，他说：“老师，几年前就是台神奉献主日，当时林宏信老师代表学校来迦南教会的时候呼召，完之后他决定去读神学院。”感触好深啊！你们的世界牧师抓住神给他的机会，把握神给他的恩典，一生最值得投资的事，投资做的事，就是回应上帝呼召。你们看世界牧师这几年来回到迦南教会，从以前的姐妹平信徒，现在时间好快就过去，不到10年，但是他10年奉献加入传道的工作，一直到如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棒子已经在我们的手中。The story keep going， 我用问号。我们要怎么样的接下去？这个棒子如果在我们的手中，你我都有责任啊。我要用大队接力做一个比喻，小时候你跑过大队接力的人举一下手，都有，对不对？跑大队接力最怕的是什么？2个情况：跑的时候要接，结果棒子掉在地上，再捡过来捡起来，已经一段时间过去了。第2个是常遇到、最怕遇到的，你要接棒一直助跑，结果怎么样？后面都没有人啊。各位，今天长老教会，我们怕的是这样，老的一直跑，结果年轻的人没有人来接棒啊。棒子还可以接上去吗？大队接力还有第3个很重要的意涵，它是一棒接一棒，它是团队，没有人是主角，但是每一棒都很重要。你只能跑多少？你只能跑100公尺，所以它一定是极力的奔跑，它一定是要全力的冲刺，冲过就过了，其他你要交给别人。那我觉得大队接力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啊！神拣选你做这一棒去跑，小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去跑，老师选过的，被选上是一种的 honor。你不愿意跑，别人会愿意跑；你不愿意跑，神不会逼我们，这个机会就让给别人。只是好可惜，你没有机会享受天国回应上帝呼召。台湾神学院在将近9年前，快10年前，一群长老教会神学院的老师，这是9年前的我看起来很年轻。我们开始有一个意向，开始办台神门徒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长老教会的青年流失，神学院要走出去，让呼吁更多的长老教会的青年来回应上帝呼召，不管你是代职或全职，只要在你的职分上找到你人生的使命，好好的去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使命。第1次的门徒营，神给我们一个好大的记号，我们好震惊啊！那一年在和平长老教会七星中会的和平长老教会举办，有520位的长老教会青年聚集在那里。那天我们好感动，当场有24位决志献身，所以9年来，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我们不断的到各地去办门徒营，好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门徒营当中回应上帝呼召。你们的世界牧师也是这一个门徒营当中他参与的同工。今年过去3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3年没有办法走出去。今年我们祷告预备好，认为台神的老师学生要再次的走出去。你知道11月是我们最忙的，
我们全校的师生为了募款，所有的师生都要出去到台湾各教地去分享台神的意向、台神的需要。我们在3周前，11月4号，在七星教会的荣兴教会开始疫情后的第一场门徒营，我看到将近200位的长老教会青年聚集在那里。第二场上个礼拜前，在高雄的右昌，因为我们认为不应该把资源只放在北部，我们带着神学院的师生往南部到高雄右昌，当天有将近140位南部的长老教会青年聚集在右昌教会。我们继续的呼召，而当中有人愿意全职，也愿意代职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有个使命，任何来到神学院的，我们愿意站在继续传福音的根基，让来到神学院培养他敬虔，更多的爱上帝、敬畏上帝，也让他有知识的装备。这个时代，你不接受装备，你没有办法工作。做主的工，你不接受装备，你不知道怎么教导圣经，你不接受装备，你不知道怎么讲道，把神的道好好的传讲。我们更看重的是宣教，因为这间神学院是宣教师所建立的神学院，宣教是台湾神学院的 DNA 啊。我们好一段时间，我们的学生是到缅甸去宣教，你知道吗？现在缅甸这么样的政局不安，我们今年6月经过几次的祷告，我们依然偷偷摸摸的进到缅甸，去到那里去做品格营、教师营，去到戒毒中心，把福音传给人。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有一对台神毕业的牧师夫妇在缅甸宣教，今年迈入第11年。今年因为疫情重新的减缓，他疫情被缅甸被迫离开，回到台湾，他就跟马街好像我自己教过的学生，他说他的心都在缅甸，想着那里的弟兄姐妹，一直想回去。好多的信徒好担心，说现在政变这么危险，回到缅甸，现在继续的在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只有一个盼望，来到神学院之后，接受好的神学教育。今日的神学院就是什么？明日的教会。好的神学教育品质，培育优秀的传道人，进到教会去。一个传道人所影响的就是一间教会啊，重不重要？重要。那你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是否相信上帝呼召你绝对不是偶然的？你是否相信你人生的故事不是只有在你自己的故事而已？你的故事是上帝拯救人、拯救世界更大的故事当中的一块拼图啊！你这样相信吗？你应当要相信你的生命不是偶然。为什么上帝在万人当中不拣选别人，只拣选你？你今天坐在这里，你的生命绝对不会只是为自己活。马街原本是一个农村子弟，他可能尽其一生就在左拉村结婚生子，继续当农夫，或是当一位加拿大乡村教会的牧师。但是当他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马街万万没有想到，他一个小小的个人生命的故事，居然怎么样？跟台湾的故事、台湾的历史、跟台湾的命运相连接啊！神带他走出小小的左拉村，居然成为台湾教会宣教很重要的一块拼图啊！各位，你的故事绝对不是偶然，你的故事跟这间教会迦南教会的故事紧紧相连，你的故事也跟台湾的未来历史跟故事紧紧相连。就好像我们在读故事书一样，有时我们也很想问主啊，迦南教会未来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迦南教会故事的结局会如何？我们也会很想问，长老教会今天这样，长老教会未来的故事结局会如何？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也好想问，台湾未来会如何？台湾的故事结局会如何？就像当时
耶稣的门徒也问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呢？主怎么回答？主说：上帝用他的权柄所定的时间不是你们知道的。主耶稣在提醒什么？不要问什么时候了，那不是重点。而主说，只有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知道迦南教会未来的故事会如何写，我们也不知道台湾长老教会未来的故事会如何写，我们也不知道台湾最后故事的结局会如何，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什么？结局在这位公义、慈爱、大能的上帝的手中。上帝依然在掌权，他的权人没有人能够禁止。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就是赶快把握我们有限的生命，赶快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赶快勇敢起来做主的工，完成上帝托付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每一间教会的使命。勇敢传讲上帝的道，教导人有关基督耶稣的事，带着所有的勇敢，不受任何的拦阻。马偕写回忆录写到最后也是抱着这样的心。1895年马偕第2次回国述职，决定再回到台湾。请问1895年是哪一年？甲午战争结束，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战争爆发的时候，马偕人在加拿大，他的太太3个小孩跟他在一起。3个小孩多大？大女儿16岁，二女儿15岁，最小的儿子13岁，3个都是青少年。如果换成你，请问你要回台湾吗？你敢回台湾吗？还是你会说：哦，家仔，我人没在台湾。马偕在1895年，为什么他开始写回忆录？不是说人死要留，鹿死要留皮，人死要留名，不是的，而是他的加拿大同工很怕说，马偕，如果你再回台湾，万一发生3长2短，你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催他说赶快写下来。他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回忆录的。马偕决定带着他全家的妻小回到台湾。各位，马偕是用全家的生命在写他的故事，在写台湾教会的故事。马偕写到回忆录写到最后，是用一个祷告做结束。这个祷告你可以看出，他看到一种终末的盼望。他知道自己的这一章，其实马偕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回忆录几乎成为他的遗书遗言。为什么？6年后他就过世。马偕的生病来得很突然，连他自己都没有预备好，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很难接受。但是就像这个祷告他说的，他这一章结束，但是他看到教会能够继续的把故事写下去。他的故事最后一个祷告，我要用这个祷告来做结束。他说，福尔摩沙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所建立的地方，就如同猎户星座或金牛星座一般，而上帝的旨意将会很快实现，时刻不断地展开。希望我们再度向遥远的福尔摩沙出发时，能在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上更往前推进。我们不害怕，我们信赖永恒的上帝啊！希望耶稣我们的拯救者，让我们以及他的所有教会都能够真诚忠实主到主的再来。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胜利的光芒里，让世界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国度，让这个岛屿将等待上帝的律法来统治啊！让我们一起同声说阿们。
这时候我要请敬拜团来到台前，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有一段的时间跟祷告。让你们从位置里请站起来，从这代到那代。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要将荣耀能力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万民齐齐唱唱，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好，从头开始，要将荣耀来，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众臣们，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好，声众臣们，音。众臣们，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我们在钢琴继续的当中，我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段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好不好？我们这段有一段的时间。首先，我们来献上感恩。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坐在这里，是许多信仰先辈他们付代价背十字架，我们今天才能够到这里。我们感谢神，将近150多年前，透过这些宣教师将福音带到台湾。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蒙福的儿女，我们所要背负欠福音的债是何等的大，好不好？我们第一个是感恩，第二个我们也跟神说，神，今天我要再次的勇敢回应你的呼召，我不再为自己活，愿意用我有限的生命为主你来活。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
你是几岁，你都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找到你人生。神救你，神呼召你，绝对不是偶然的。当我今天听到世界牧师将近10年前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召，勇敢回应，今天我看到台下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社青，我也很相信在这样的一间复兴的教会，神也在继续的呼召。今天这个棒子已经接在我们的手中，看到教会越来越老化，年轻人流失，看到要做的工是何等的大，福音的禾场是何等的多，但是做工的人少的时候，今天神说，我所爱的儿子女儿，你愿意把生命献给我，一生为我活吗？如果你愿意，不管你几岁，在你的座位上，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有人吗？这时候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开口，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向他们献上祷告跟祈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听见你的呼唤，他们愿意回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你未来要怎么样的带领他，我们不知道未来神你要在哪一个地方来使用他们，但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唯一一心一意的跟随你，也愿你继续带领今天举手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前面的道路，透过教会牧者神学院老师的帮助，让他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时机，赶紧的回应神你的呼召。也谢谢主继续的恩待迦南教会。主，我相信你是这间教会的头，更是教会的主。主，迦南教会或许在写一章很难写的故事，但是主，这一章的故事，主你依然在掌权，你圣灵继续安慰扶持众弟兄姐妹。主，这一章故事很难写，该如何写？但主，你带着我们的手来写，好让我们能够谦卑降服在神你的带领之下，让这间教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福音美好的见证。主，让今天在这样的苦难的时代，让更多的台湾人看见教会的爱跟牺牲，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代，教会成为他们一个盼望的记号，而这个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所以主，我为着迦南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你纪念他们的辛劳。主，你按着他们的需要，在暗中报答他们。主，你继续引领你自己的羊群走在青草地上安静的水边。主，你自己成为他们的牧者，当他们觉得难走的时候，神你将他们背在你的肩上，带领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主，愿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没有白跑，没有白走，而是能够继续紧紧的跟随，完成神你爱我们、拯救我们要我们完成的使命。谢谢主耶稣，愿荣耀归给你，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生命的道路，我主来引领，我要与主同行。献上我手上心灵，到主座前谦卑屈膝。我主公义慈爱尽看顾，他名是耶稣，他
是我是生唯一道路，耶稣，唯有主知道我所行的道路，赐我是怜悯的荣辱，我必如同金云尽，全然归于你，我必如同金云尽，全然归于你。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愿神的平安赐福与大家同在，我们彼此来祝福。